游历了引人遐想的少女花园后，我还拜访了香菇街以及桃子林。这一站我要往山里面走，到森林地 boy 来与花同行。来到了森林地度呢，就要来感受一下森林地度给芬多精。但是呢，来到新社这里，一定要来看看新社的花海。看看这个呢，就是绣球花，而且啊，听说在这个森林地度还有很多不一样其他种类的花哦。今天呢，我就要来这个森林地度，来被花好好的疗愈一下。我在森林小径旁看到一种很特别的花，叫做爱情花，真的花如其名。看着一团红红火火的，我打从心里涌起一股暖意。森林度的花姹紫嫣红，在这初夏令人目不暇接。Hello， 太极。嗨，哦，安江细阿妹，我拢看金针花哈。对啊。它也叫一日百合。一日百合哦。对。哇，你看哟。规大片的开起来了，实在好壮观哦！树啊，安尼实在较少得来，反而较无人看金针花。现在就是它的花期吗？系啊，2月到8月。开始，东娘爱森林当狗除了金针花以外，还有什么其他的花吗？上边还有一贴贴的花哦，带你看好不好？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！大姐竟然说这整片的金针还不够精彩。许多人来到这里都愿意花上半个小时走到最高的那片景点哦，说的我好期待哦！哇，太子，要山当狗真劲动奖嘞！个油桐花像落雪玉诶！对啊，你都是森林度的拍梯毯。你说这个对不对？对啊，叫下窗诶，当到诶，这真的很像森林度嘅拍梯毯呢。嘛有人讲的5月雪咯。真的哇！突然有一阵风吹下過來，嘅油桐花都下來，真係種落雪用誒。係啊，有人講啲都係森林度嘅拍梯毯。真嘅，也嘅油桐花哦，全部都拉下來嘅時節，就係森林度嘅拍梯毯，大家都要森林地度啊，空氣又好，你的心情呢就自然就會化開耶。一陣風來，油桐像是雪花般的落下，走在森林度嘅拍梯毯。我正在享受着我的森林度嘅 party time。